其跑馬地夜馬三甲表現較佳嘅練馬師依次係沈集成、大衛希斯、鄭俊偉、羅富全同埋廖康明，成功率最高嘅都有38%至到26%。騎師三甲成功率次序為潘頓、朴雲星及布文，分別係50%、26% 同埋22%。其他統計也包括方扣及莫雷拉在跑馬地1200及1650米嘅勝率都有2成。沈集成喺1650米勝率有2成，高東尼1000米勝率18%，潘頓1000米至1650米都有約2成勝率及接近6成三甲機率。布文喺1650米勝率係以2成半，周俊樂喺1000同埋1650米嘅勝率都係2成，巴道福同埋霍雲星1000米勝率係2成。雪湖夜賽9場跑馬地草地賽事，路程包括1000、1200及1650米，班次有2至5班。初步先看練馬師王程勢，方嘉柏有再成為大熱2.15倍，次熱韋達6倍，第三熱門呂健威10倍，第四熱門羅富全11倍，其他都有10幾倍或者以上。方嘉柏出馬8匹大熱有情有義及滿心星，但其他都低於10倍。韋達最熱踏雪尋回，而大學生及烈焰光芒都有8倍幾，整體機會一般。第三熱門呂健威除咗巴閉王做好自己輕馳千里，甚至合夥飛馳也有機會。羅富全看美麗登場及本領非凡，其他練馬師可選高東寧及鄭俊偉，騎師王可選莫雷拉，其超強60及信心星有冷微，仲有布文有熱門巴閉王，但更有快博及合夥飛馳等半冷選擇。其餘有冷門機會嘅騎師包括霍雲星、潘明輝及何澤賢。選場次第3場4班1200米，1號合夥飛馳又落翻布文手上，贏馬配搭可以再勝一次，配腳4號佐治傳奇及5號三強。另介紹5場4班1000米，9號超強60莫雷拉上陣，上2次黃志宏策騎都輸得甚差。不過莫雷拉舊年年尾已經騎過排外檔，只輸2個半馬位，今回減分排好檔退熱完畢，可以名利雙收，配腳2號財將及4號美麗登場。最後參考預期嘅練馬師王係呂健威及方嘉柏，騎師王係莫雷拉及布文。精選第3場1號合夥飛馳5場9號超強60。